国立台湾博物馆伫土年除了要互民众来认捌到台湾本土的野土以外呢，这博物馆也讲会继续来推广生物多样性，希望大家拢会当关注到生态基地。初时的国立台湾博物馆透早就有真侪参观的民众。我们从高雄上来开博馆的话，其实对孩子来讲，其实在一些台湾历史也好，或者是一些自然科学的部分啊，其实有一些启发。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行程。配合兔年，馆内有展出几纳个台湾野兔标本，小解这种台湾原生亚种的野兔。官方表示，因为环境改变，这种野兔即马嘛愈来愈少。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实低海拔地区基本上已经被人类都给居住给占满了，很少看到它。因为我们平时必须要到郊区，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台湾野兔的踪迹。台博馆表示，希望用这个台湾物种的小解，通互民众唔来认捌生物的多样性，嘛搁较关注因的生态影响等问题。另外，日落进前嘛有后纸兔的活动，2月12进前嘛有玉米菜的活动。我们会配合不同的生肖设计不同的斗方。那今年呢，台博馆就设计了3款，以台博馆的典藏，像是这个台湾冷杉，台博的典藏的这个以兔为生肖的版画。台博馆表示，逐年拢会以生肖参入一寡台湾特色的物种做视觉型的村仔，互民众通印出来搭，嘛了解咱台湾生态文化。记者陈立开台北采访报道。